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楚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川普对伊朗最后警告，伫48点钟内，若无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就会甲因境内所有发电厂毁掉。英国核电厂停放引起议论，罗总统强调要确定安全，核废料有方法处理，社会有共识。整顿减肥社乱象，是药署宣布专案起查，要求药商开始掌握药的流向，嘛要修正药事法，建立落地的机制。中东战争攻击目标已经渐渐转向核能设施。伊朗伫咧3月2日暗时空袭以色列南部伫咧做核研究的城镇，造成了100人受伤。也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最后警告。讲伊朗伫咧48点钟内，若唔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就会甲因境内所有的发电厂拢总毁掉。美国总统川普2日暗时伫社群媒体发文威胁伊朗伫48点钟内全面开放荷姆兹海峡，阿拉伯会锁定攻击个毁灭伊朗所有的发电厂，而且会上大一早开始。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强调，过去22天，美军已经重创伊朗威胁荷姆兹海峡航行安全能力。Iran's ability to threaten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degraded as a result, and we will not stop pursuing these targets. 针对川普最后通牒，伊朗官方媒体马上回应，若伊朗的能源设施被攻击，本地区所有甲美国有关系能源设施也马上受灾殃。伊朗2日报名空袭以色列南部主要核子研究中心附近2个都市迪莫纳加阿拉德，造成建筑物严重损毁。救援单位统计总共88人受伤送医。这是美国甲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开战3礼拜以来，以色列核子研究中心第一摆遭受威胁。להיכנס לחדרים ממוגנים, להיכנס למקלטים, וזה המצב הכי טוב כדי להינצל מאירוע כזה שהמיירטים לדאבוננו לא הצליחו להירד. תודה. תודה רבה. 虽然以色列一直无承认有核武，不过迪莫纳里被叫做中东飞机核武库的西蒙佩瑞兹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干那13公里。伊朗强调，这摆空袭就是要保护伊朗纳坦兹核子设施之一遭到攻击。针对这事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调，会加强防空能力，在各方面打击伊朗。以色列教育部也宣布，2日甲23全国教育机构停课。另外，以色列国防部2日也预告，说入去这礼拜对伊朗的攻击会搁较慢。公视新闻景焕庆编译。好，国际油价大起，3月2日，一个布兰特原油达桶是来到112块美金，中油吸收7成5，3月23也就是明仔载开始，汽油起1块8，柴油起1块4，也中东战争到即马，中油是拢总吸收超过34亿，算落来哦，规个是了804亿。行政院就宣布讲，会透过专案融资、拨补甲增资来稳定中油因的营运。太油要起价进前，朋友渔船赶紧入港排队等加油，因为油一日起对渔民来讲，利润也减少。战争啊，无油啊，我遐艰苦。油就是这土的人的命脉啊，啊无你油若收价贵，人啊讨袂好，你要叫人安怎生活？那渔民抢加油会用省就省一寡，国内加油站礼拜早起也真侪人来加油。而波兰的原油一桶起到112块1分9美金，西地州原油也起到199块美金。因为国际原油一日起，政府搁再扩大专案平稳吸收75%。中油宣布23开始，汽油起1块8，92无盐汽油超过30块，95无盐汽油每公升32块2，98每公升34块2，柴油起1块4，起价了后每公升是29块半。通膨都会上来啦，因为油价本来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源头嘛。那你汽油涨，所有的东西物价都会跟着涨啊。可能就要想其他的替代方法，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换油电车啊。最怕的是说物资会囤积啊。中油总计已经了804亿，加上中东战事发生以来，中油伫汽油、柴油已经合计吸收超过34亿。行政院为了协助中油财务，会经油向金融机构办专案融资，特别来预算拨补，也搁有中油4年期增资3500亿，希望中油会使稳健营运。
国际伯恩斯坦能源团队是预估，若是荷姆兹海峡封锁3个月到6个月时间，全球经济恐惊出现衰退。如果在4月结束的话，其实影响相对还好。但是如果4月没有谈成的话，那预计在 Q3， 也就是7月左右，我们会看到民生物价开始上涨。双港指数若正式拖到第3季也是第4季，国际油价一桶可能会伫150到180中间。若油价真贵，这消费者物价指数也跌咧大起。记者综合报道。石化供应链受中东战争冲击，是去牵连到塑胶包材散线，这大半已经无货会当出，都有业者讲啊，做30多档，第一摆无货会当卖，塑胶袋啊是起码3成，反而成本在咧增加。天门又落来，屏东一间专卖免洗仓库塑胶袋业者，直接伫门口打广告，因为欠货品暂停营业。也有营业的店头透早就有不少民众入门来买，真侪底食品用的塑胶袋啊，货价空空，因为商品拢红买了，也有人连走2间店拢买无。哦，你找了几个地方了？2、3个了。2、3个地方啊？你本身是在做生意嘛？哦，啊，需要塑胶袋啊。第一届哦，你做几档？第一届多少？10几年。业者讲，中东战火和制造塑胶袋啊等包材的原料供应受影响，大半已经通知出货量减少，也造成塑胶袋啊类产品起价。以塑胶袋啊一袋100包为例，原本1,200起到1560块，起挖3成。真正的关系无源头无物件，啊，所以咱这要叫货嘛，叫无货啊，叫无货啊，这个源头拢关店啊。业者讲过去无看过这款的状况，起价也影响面点啊、饭啊，搁较惊无塑胶袋啊通啊买。涨很多哎。涨多少啊？一个的话应该要涨到5到10块。一包是不是？我但是啊，袂，我认为拢感觉是讲，时间无够，因就拢顿开啊，得开始要起啊。包材行业指出，这波塑胶袋啊抢买的情形已经继续2-3日，关不了供应状况，搁无改善，未来恐惊面临有钱也买袂到货的情形，这是国际经济无法度预料。容量大的款啊，除了无奈，也只会当提醒民众多多家己准备备用器，减少使用数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表示，苹果核2、核3抢订盘，这引起议论。赖总统今日搁再说明讲会检讨核电是因为用电来增加，减碳有压力，也搁有地缘政治3大因素。强调讲爱确定核能有安全，核废料有方法处理，社会有共识，这个核电厂才有可能来订盘。也在野党是积极赖政府对核能立场来改变，呼吁爱赶紧修正能源政策。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苹果重新启动核2厂、核3厂，引发议论。伊2日搁再说明，检讨核电是因为用电成长、减碳压力加地缘政治3因素。也搁再讲，爱达到核安无问题、核废料有解决方案，加社会有共识。在非核家园的状况之下，台湾所发的电力备转容量率大概都在10%左右，甚至更多。这表示台湾的电力供应是稳定的。但是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情势，人工智慧时代，建制算力中心所需要的电力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估。非核家园的目标，在去年5月17号核三厂2号机停转之后，就已经达到。贺林培里，民进党创党力量非核家园，赖总统强调，非核家园目标已经达成将近1年。行政院长邓英台也讲，台电下礼拜会将核2、核3厂的搁再运转计划送核安会审查，尊重核安会最后决定。最快要由核安会，它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整个台电送出的再运转计划以及自主安全检查的审查的程序，我希望它能够在程序当中有效率的来完成。地方上这边的诉求就是说安全、安全再安全。在野党也积极赖政府对核能的态度转变，不过也呼吁应该赶紧来修正能源的政策。我们希望民进党政府正式放弃反核的这块神主牌，面对台湾过去在民进党主政下错误的能源政策。现在赖总统面对现实事实，也面对能源危机，重启核2、核3，
这是对的，我们要给他肯定。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发出声明，批评赖总统违背过去竞选所讲的无认真看待核安检查专业性、技术机有地质风险、牢固的基础架、核废料困境、核二、核三厂无应该搁再运转，能源转型无应该倒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后人昨半暝有机车行头天的烧起来，造成厝主70多岁妈妈死亡，29岁较无方便的后生受伤。也伫咧南投路谷嘛有2搭火烧厝，加载人是拢有走出来。透天厝庆祝火烟，警消赶紧到现场拍火，附近住户听到火警也惊到唔敢困。已经有消防车在这边了。烟很大吗？你们来的时候？蛮大的，3楼的烟蛮大。苗栗后人一暗时11点外，一机车行透天厝发生火警，厝厝剩下10个人，先将半身未叮当的19岁后生救出来。不过70多岁妈妈因为行动无方便受困，警消赶紧破门救人，被发现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房顶火就足大个，房顶火就足大个啊！恁就紧走出来呢。我甲救出来，救出来，你救好恁后生。尾后尾你还一种这门，来你拿过来，会因为他年纪比较大，那他逃生比较不易哦。那女性的部分，她比较行动不便。那是屋主的妈妈哦，年纪比较高。第立投路谷也连续发生2件火警，其中一户火势正猛，好在使厝主甲亲人及时逃出来。另外，伫这个电梯因为是洗衫机导火烧起来。来助警器那个设置在厨房啊，外面是那个洗衣机着火啊。警消到现场了后，已经无火险，好在无人受伤。厝主表示，迄时阵听到助警器大声叫，赶紧带一家伙仔逃到厝外，导火原因还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景点公车一个司机载10多人，驶伫咧随风出车祸，所验到讲一个司机有借毒去互抓起来。客运业者出来回实咧讲，已经甲这个司机洗头路。也伫咧三重埔嘛有人借毒驶车，警方开2枪，伊也是冲浪来绕跑。伫咧代志过10点钟以后呢，伊家己去到警察局来投案。公车站牌前有未少旅客伫等，趁假日好天气坐台湾好行。每期9分经过石仔佚佗，不过这台965路线的景点转盘公车进前确实发生，司机食毒驶车风波。后壁目孔面拢有挂痕，车口也抹过粉粒。顶个月底这车祸，三个台湾好行的4种的司机载10外人客，开到新北市瑞丰，甲大货车收容。经过警方做毒品检查，结果验出这司机体内有甲基安非他命。经脱液毒品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前案依法函请基隆地检署侦办。40多岁10万司机经做2年多，即摆牵涉食毒驶车，所属台北客运业者下失礼。讲伫车进前10万司机有交两面证，无犯罪记录，伫定期体检甲几摆无定期流的检验，最近1摆条伫半年前拢无验出毒品反应，原来案发了后已经甲伊洗头路了。每一趟做酒测，但是对毒品的防治我们是依法每1年不定时的会对驾驶长进行毒品料液的检测。那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我们在法规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全啊。你叫什么名字？跟你对个证件。烟弹，看到，我看到烟弹。歪插道路安全涉嫌食毒驶车，伫新北市三重埔内发生，这10人对着警察来检查，也无啥物叮当。伫发现毒品了后，惊一个驶车司机乱冲，警方随个围查起来，连开2枪阻止，伊也是4个月逃走。嫌犯2人于本日凌晨自行向本分局投案。投案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那警方依法对他执行唾液快筛，那唾液快筛是呈阳性反应。案发了后，大约过10点钟，车房内人围起来38岁姓陈的10人，加坐伫边的乘客，2点半暝1点外时阵，家己到警察局去投案。这案牵涉的交通违规，总计上悬会使罚10万块，驶车人也被依照涉犯公共危险、毒品条例这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减肥社就要医生开药单，才会使做伫咧网络刷买有，也佫讲有药局违法伫咧偷卖。即马不良反应的这个通报已经来到35件，卫福部药署就宣布讲要稽查，加强安全监测甲通报，要求药商爱确实掌握讲这个药到底是流去倒位，嘛要修正药事法，针对网络违法伫咧卖减肥社建立落架机制。
那伫网络平台收集关键的资讯，买到减肥社方式。不过，医师警告，这种俗称减肥社 GLP-1 受体促效剂糖蜜素药品，原本是用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因为因压制时效控制血糖，也被广泛用伫减重疗程，毋是大家拢适用，要经过医师诊断，而且适用伫身体疾病指数 BMI 30，或者是较大，而且有相关疾病人才影响。啊，若无，真可能出现并发头这严重的副作用。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包括了肠胃道的副作用、恶心、呕吐、腹泻，甚至食欲不振，甚至有胃食道逆流，甚至有这个比较严重的，像是胰脏炎或者是营养不良的情况出现。根据卫福部小数统计，已经接到35件使用减肥社不良反应通报，因为乱上正济，佮传出部分药局私底下咧卖。小数113年查获400多间医疗院所甲药局，查出违规咧卖有85件，总共罚260万。114年查获300多间医疗院所甲药局，有26件违规，总共罚70万。小数已启动专案稽查，佮要修正药事法，将网络违规大本摕落来。在流通查剂面，持续与卫生局合作，针对网络、药局、诊所等启动专案稽查，并结合网络平台下架及网站屏蔽机制。小数强调会要求药商甲医疗院所强化安全监测甲通报，针对网络违法咧卖建立摕落来机制，佮加强药商责任，确实掌控药品流向。若是医所开的单啊违法咧卖，应照药事法罚代票3万以上200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2024到2025年，无号志的路口是发生4000多件车祸，当中造成12人死亡。交通部的评估高雄有500大无号志的路口，就要来改善。也高雄市府的陆续针对坚定桂林街遐的高龄社区无号志的路口，来设置减速的设施，调整路型，就是要确保过路人的安全。2台机车半暝伫无号志的湘西巷仔口相撞，其中1台倒火烧起来，造成1人死亡。高雄伫2024到2025年中间发生4699件湘西路口相撞事故，造成12人死亡。交通部依照事故件数评估，高雄500个无号志路口必须改善。可能不是住这里，可能有时候只是从这里绕路，这样子可能会骑比较快。不然一般住在这附近的，其实都会稍微看一下。涂骹车大大停伫坚定桂林街甲三道二路的一个湘西巷仔口，因为车流多，而且无号志，过去机车定常发生事故。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交通局除了定位标线限速，也设置减速平台。要看个人呐、你像我在骑哦，到这里哦都会停一下看一下，再过去。啊，有的人就没有再看啦。尽管规划改善细化，不过以往机车无停看，直接行过去，民众也真无奈。相关因为无号志，定来发生事故，要红山国良路，交通局会甲车道变较为设减速平台。高龄人口比较多、事故常发生的地区，设置减速平台，搭配标线调整与车道瘦身，让车辆行经无号出发路口时候会自然放慢速度。从目前的成效来看，减速平台路口平均车速也下降26%，影响比较好。这个东西哦。你如果开快哦，你自己开车不舒服啊，骑车也不舒服啊。汽机车驶过减速平台，红山国良路、三民区、民族1路、巷仔，也阁有坚定区、桂林街3个高龄社区，今日陆续设置减速设施，并且调整路型，避免发生无停留小浪事故。交通局讲，其他无号志路口也陆续来改善，互用路人有更加安全的用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讲到机器人的发展，讲中国因的机器人伫遐跳来跳去无效，敢若好看尔。关键是机器人大脑运算的能力，也即大脑有95%，就是台积电做的。未来会当应用伫咧医疗甲长照的发展。在普城当中，用定学术传承的半岁仪式结束，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正式得到亚洲大学名誉博士。在台顶，伊除了感谢创办人张忠谋奠定台积电的基础，也将会地为个人成就优化科技产业的关键竞争。当你想说机器人很简单，你如果看我们的隔壁中国大陆一直弄机器人可以跳来跳去蹦蹦跳，没有，好看头而已。
个人化社会未来长照体系，机器人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为大家点出伊对机器人发展的看法，比起动作表现，真正的决胜关键伫背后大脑，因为可靠性免轻视。大脑是谁在做？NVIDIA、AMD 还有一堆美国的公司，95%如果不是100%的话，大脑都是从台积电制造出来的。为大家强调，最近10年，台积电技术成长100倍，支持人工智慧快速发展。未来毋但是伫个产业这边，包含医疗、长照等领域，机器人会透过侦测光线、检测温度、收集和整合环境资讯，提供更较精准的服务，达到行入日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精密机械的产业即卖面临关键人才挑战，产官学全成立联名，要来培育精密加工、甲智慧制造相关的技术人才。学生经由多条电脑数控加工，用打造精密多元、轻松复杂零件，也是外科医疗实入这物件，唔但会使提高生产力、降低错误率，也会使运用伫真侪制造业顶面。不过，即阵过来实际应用这边，却是面临设备有够、人才派出的困境。CNC 的部分动作机将来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出路。那这一部分的一个教育来讲实际上必须靠我们高工，还有包括我们科大端的一些同心协力，才有办法很快乐的把这个部分推出去这样子。好科大校校讲，随 AI 快速发展，全球制造业走向智慧化、国际化，好国家技术人才需求是继续增加。所以讲，希望经由台中经纪公司加劳动部以及全国18间的技职院校，成立智慧机械育才联名，来培育相关的技术人才。能够提供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包括说这里所讲的。提供这个实体的就业机会啦、宣传啦、教材啦，师资的协助这块，我想我们都会尽力来协助了。那确实，怎么样去培养出一个不管是在态度、技术、团队合作，或者是即时因应能力这种新时代的人才，我觉得可能必须要政府、产业、学界一起努力啦。好科大又讲，育才联名结合大科大、分科大、昆一科大这7间指标性的技职院校，也有北中南有实作能量的高工职，经由课程强固，也有设备强项，让学生在读册期间就会学习产业技术，实现毕业就建立的育才策略，来解决精密产业技术人才派缺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草草戏剧节来到第18届，这回带民众去到剧场的后台来了解戏剧无碍工课是安怎进行。透过导览的方式，草草戏剧节的策展人带领民众为演员通道来到舞台后壁，为化妆、灯光、声音等等的工课当中，来了解戏剧的创作要安怎透过技术伫舞台后壁来运作。你走进去，好像就是你要成为角色，然后你即将要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演员在幕后成为角色，然后站上舞台，然后乃至于说你回到观众席成为观众，这个过程把它整个串起来，让它变成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这道有法度安尼去后壁看到因咧化妆的所在，因编码的所在，因换衫的所在，搁有去台顶看因的装置是安怎用迄个内底的绳索去扭，去会使算讲定位安尼就对。草草戏剧节是嘉义地区一年一届大型的下戏艺术活动，今年已经来到第18届。主办单位管剧团即届用第2幕来做主题，毋但将剧场改做浸水式的美术空间，佮邀请在地少年人透过主题内底的表演来讨论人生的第2幕。这个第2幕是一个隐喻嘛，来探讨讲就是讲，人生当中第1幕结束，走到第2幕的开始。今嘛18岁草草戏剧节，对阮来讲，我希望讲是一个重点。演艺厅这个空间，阮甲拍开，变做一个展览的空间，但是伫这个展览内底，伊当看到阮今年的主题故事。管剧团表示，戏剧当中有3幕剧的概念，第2幕就是面对环境挑战了后角色的成长。草草戏剧节已经18岁，希望透过第2幕的改变，毋但互民众更加了解戏剧文化，嘛透过表演甲展览，互民众亲身来参与这场在地文化实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1度至28度。
中部地区21度至29度。南部地区24度至30度。南部这边23度至28度。外岛地区15度至24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